講起返工，大部分人都一定唔想㗎啦，因為覺得浪費咗自己做其他嘢嘅寶貴時間。但係如果喺返工嘅時候，好好地利用嗰段時間，係咪就會冇咁真呢？因為屋企嘅一啲原因，喺考完 DSE 嗰日起，我就開始咗自給自足嘅生活。為咗確保唔會餓死自己，加儲錢準備1個月之後嘅台灣 grad trip，即刻就揾咗一間麥當勞嚟返。但係麥當勞出名人工低，所以我就選擇咗消費水平比較高嘅港島區去返，確保喺付出同樣時間嘅情況下攞返更加多嘅錢。就係咁唔小心去咗全球第2繁忙嘅金鐘麥當勞。到底有幾忙？我舉個例子，喺每日返朝早7點至夜晚10點15個鐘期間，永遠都會有單。無論你攞得幾快，出完一張單之後，一定有第2張喺後面等緊你。可能因為第一份工就返呢度，冇其他工俾我做對比，我冇覺得好辛苦，反而喺大部分嘅情況下，我注意力都放咗喺餐廳嘅營運上面，諗下有啲咩安排或者改動可以加快餐廳運作嘅效率。雖然我唔係經理，我冇能力去改咗都唔會有錢收，但係呢一啲嘅思考過程都係鍛鍊自己嘅一部分，話唔定未來會面對類似嘅問題。就係咁樣，每次返工嘅時候都係個身做緊嘢，個腦諗緊嘢，諗唔明就問下啲有經驗嘅同事。唔單止時間過得快咗，自己亦都可以學到新嘅嘢，令到啲時間冇咁浪費。而呢一個第一份工亦都教識咗我幾樣嘢。第一就係用唔同嘅行業做學習嘅平台，累積多啲唔同嘅經驗，發掘下自己嘅潛質。同金鐘 M 記比起，其他嘅工都算唔上辛苦，所以我咩工都夠膽試。喺2年間已經返咗12份工，包含唔同嘅行業。辯論教練、地產代理、馬場嘅木工、event helper、廚房 cafe 等等等等，每份工都用學習嘅心態去返，發掘每一行嘅獨特之處，嘗試去了解多啲背後嘅知識，盡量向經驗豐富嘅同事偷師。其實學一樣新嘅技能或者知識都係一個幾有趣嘅過程。諗下細個上唔同興趣班嘅時候，係咪好期待去學一樣新嘅嘢？其實返工都係咁樣學緊嘢，仲有錢收添。只係好多時候自己洗咗自己腦，一諗到返工呢2隻字就唔開心。呢一種先入為主嘅諗法，先係令到自己返工唔開心嘅主要原因。第二，我學到嘅嘢就係用行動代替説話，因為我一直認真同好學嘅返工態度，身邊嘅同事或者客戶都有眼睇，所以即使我從來唔會特別拗計傾或者討好其他人，專心返工都會留俾同事一個好深嘅印象。返唔同工嘅時候，亦都會俾唔同嘅人攞個電話揾我返佢哋嘅另一份工。而返咗咁多份工，喺辭職嘅時候，經理都會不停咁樣打電話挽留。呢一方面其實唔止返工，生活嘅各方面都一樣。唔好浪費時間做一啲表面功夫，專心做好一啲要做嘅嘢，其他人自然就會留意到。講咗咁多，唔好覺得我覺得返工好好，喺呢度做一個宣揚返工嘅黐線佬。我想表達嘅係，既然點都要返工，不妨換一個好啲嘅心態，令自己返工嘅每一日過得冇咁唔開心，甚至學到嘢就最好啦。人生好多時候面對一啲改變唔到嘅問題，就只可以靠改變自己嘅心態去調節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喺返工同埋生活中揾到自己成長空間，令辛苦嘅日子都變得有價值。又祝大家早日中6合彩，唔使返工就最好啦。